青少年時期，我屬於青少年時期。青少年時期會經常犯錯、學壞同埋搞破壞啦。咁呢啲嘅可以稱為惡嘅事啦，或者係要改善嘅事。師長都會好樂意咁樣教導我們啦，即係話導師啦、家長啦，所有人都係好樂意教我哋啦。最大嘅問題係我哋聽唔聽，我哋學唔學。即係其實我哋喺日常生活當中，有可能每講一句就會影響到人，都係單止嗰一句啫，已經可以影響到好多人，或者影響到對方。就係其實係咁，呢個世界係咁簡單。你一句説話可以影響到成個世界，可以令到係一個世界大戰。所以人類又發明咗教育咯，要教育咯，要教育人才咯。如果唔教育嘅話，個個都學壞嘢，即係一個壞，第二個跟住去壞，咁個個都壞嘅。咁呢個世界應該係好快冇噶啦，玩完嘅。所以同各位青少年嘅朋友講返聲，加油！我哋都係一齊努力㗎。